果儿来啦！你知道什么样的女生不能碰吗？聊天不找你，约会不找你，只有需要帮忙才找你，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你。你请吃饭送礼物都可以，但牵手拥抱就不行。你以为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就会喜欢你？别傻了，及时止损吧，免得最后人财两空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女生在被追求时的奇葩思维。我主动找你聊天，舔狗还强撩；我不主动找你聊天，告你个毛线啊！难道还想让我主动找你？我主动后看不到希望，放弃了，追一半就不追了，没有毅力。你拒绝我了，那我放弃吧。我矜持一下，你就不追了，根本不是真爱。那我再试一次吧。朝三暮四，一点主见也没有。唉，那我放弃吧。其他女生也很好。你看，果然是渣男。小姐姐，你们到底想怎样？给条活路好不好？总说我们男人是大猪蹄子，我看你们女人才是大鸡爪子呢。哼。咦，等等，好像哪里有点不对。搭讪时女生的哪些行为说明她对你很感兴趣呢？不好意思，小姐姐，刚在那边就看到你，然后想认识你一下，又没有好的办法，我就只能硬着头皮过来了。注意啦，这时女生把脚尖朝向你，说明你成功的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并且她对你并不反感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吗？对啊。这边其实特别好玩。他的身体微微向你倾斜，说明他对你说的话题很感兴趣。接下来你可以说重点了。这儿有个鬼屋，一会儿可以带你一起去。好啊，恭喜你了！撩头发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说明他对你很有好感。接下来不管是要微信还是继续约，都可以哦。女生跟你说你好会撩啊，要怎么接呢？你这么会撩，不是第一次搭讪女生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不会撩啊。Nope. Stop， 这是典型的废物测试，你直面回答会或者不会都是错误答案。下面是标准答案，快记好哦。你这么会撩，不是第一次搭讪女生了吧？你都还没到我怀里，算很会撩吗？这样不仅显得你情商高，还能调动女生和你说话的情绪。可千万不要说我会撩，毕竟你们还没到我怀里呢。害羞男搭讪必修课要点1：提问后不要只是等待回答。小姐姐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了吧？注意了，如果说完这句话之后你就沉默了，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纯粹的疑问句。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女生很容易做出否定的回答。所以关键的技巧就是这时候不能沉默，要马上切入第二句话。小姐姐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你也在这上班吗？对啊，我在这上班。要点2：不为提问而提问，只问那些对你搭讪有用的问题。小姐姐，你哪里人？我湖南人。到站了，我要下车了。小姐姐，你哪一站下？下一站下。注意了，这种问题就可以让你马上了解到他的动向。你可以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决定下一步对他采取的行动。这里他说下一站就下车了，你必须马上抓住时机，